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要在我们生命中行那奇妙的大事，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此时我邀请各位兄姐从座位上起身，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开口，用喜乐的心宣告：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所有的子民，他全备的恩典也为所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再次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展开双手，我们就得饱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必带领，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掌声来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愿世世代代都归入耶和华的名下。让我们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的地，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要将荣耀能
能力。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都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众臣们抬起头，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众臣们抬起头，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要将荣耀能力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齐声敬拜他。谢谢主耶稣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能走在你恩典的道路上。谢谢主耶稣，在我们行过高山低谷的时候，你保护我们，一步一步牵引着我们，使我们能走在你所应许的道路上。你是我的主，带我们走一条恩典的道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是恩典之路，你爱，你
是的，主啊，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主啊，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主啊，你爱，你手，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生路。我相信神必定要将满满的恩典赐给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赐给我们信心与盼望的神。我们要在各样的试炼中得胜，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与怜悯。愿你牵着我们的手，远离一切的诱惑与试探。愿你引导我们的脚步，行在你的旨意与恩典里。我们的祷告不完全，我们要同心开口，用你教导的主导文，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在这里聚集，感谢米利安敬拜团带领我们用敬拜赞美来开始今日的礼拜。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于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3章第1到18节。创世纪第13章第1到18节，记载在现代中文译本第10页。亚伯兰带着妻子和所有的一切离开埃及，往北走，进入迦南南部，罗德也跟他去。亚伯兰是富翁，拥有许多牲畜和金银。后来他离开那里，渐渐向北迁移，接近伯特利。他回到伯特利和爱之间，就是他从前扎过营、建立了祭坛的地方。他就在那里敬拜上帝。跟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拥有牛群、羊群，以及自己的家眷和奴隶。他们两家的牛群、羊群太多，没有够大的地可以容纳得下，因此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常常争吵。
那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还住在那地方。于是亚伯兰对罗得说：“我们是至亲，不可争吵。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可争吵。我们分手吧。这一大片土地在你眼前，你选右边，我就选左边；你选左边，我就选右边。”罗得向四周观看，看见约旦谷一直伸展到索尔的整个平原，这平原水源充足，好像伊甸园，又像埃及的土地。那时上主还没有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于是罗得选了约旦谷的那一片平原，往东迁移。他们两人就这样分手了。亚伯兰住在迦南，罗得住在河谷平原的城镇，终于在索多玛附近扎营。索多玛人邪恶，他们大大得罪上主。罗得离开以后，上主对亚伯兰说：“你要从你所站的地方向东西南北四周观看，我要把你所看见的这片土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这片土地要永远归属你们。我要使你的子孙多到没有人能够计算，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子孙。起来，你去走遍整片土地，我要把它赐给你。”于是亚伯兰收拾帐篷，迁到希伯伦，在曼利的圣树附近住下来。他在那里为上主建造了一座祭坛。以上是今天的经节，愿上帝赐福给顺从他的人。今天要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蔡正道牧师，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第9亚伯拉罕第2讲，请大家一同恭敬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再一次透过研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来得着帮助。求主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实明白你的话语的奥秘，并且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以及爱心，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礼拜我们台湾发生几件大事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件就是郭台铭先生决定不参与明年总统大选的联署所以最近如果你打开电视节目，就会发现，很多节目都在讨论他说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或决定，但是我相信他跟他的团队要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是经过许多的评估以及内心的挣扎，才会做这样的选择。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选择。我们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需要决定的事。小到说，我们今天早上早饭要吃什么？那也有的有的事情很大，像决定你要寻找什么样的工作，寻找什么适当的对象，那么重要。那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决定，需要选择，有时候会让人家伤透脑筋。当然有一些小事，如果我们选择错误，可能影响不是很大顶多我们下一次不要做这样的选择，
重选就可以。但是如果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做出选择的错误的选择，那真的可能要后悔一辈子。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是古代的话了。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男生找错了行业，没有兴趣或是没有发展，一生都会很痛苦。而一个女生如果选错了丈夫，可能会悲惨一生。可是今天时代进步了，这种情况也会改变了。男女都怕入错行，男女都怕选错人。所以像人生当中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选择是做什么样的依据？其实重要的事情有时候选择会让人家很烦恼。所以一般如果你心灵不沉稳不安定的人，有些别的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甚至要做重要的决定之前，都要去求神问卜，到底说，神明你来帮助我做这个决定。所以有时候因为决定是那样的困难，选择是那么样的重要，所以有时候在选择的时候很困难。那事实上，我们大家要知道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它的依据是什么？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如果从我们信仰的话来讲，就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你的信仰、你的价值观会决定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记得我大概在20几年前我有一个经验，就是那时候我在台南大专中心担任辅导。那我们做辅导的要常常到不同的学校去参与团契。那有一次我就骑着摩托车载着一个同工一个学生，然后从台南的市区要到台南郊区的一个学校现在应该叫做台南嘉南科技大学或是我忘记他现在叫什么学校，以前叫做嘉南药专那个学校是从台南要去的话要走省公路那我就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个学生走这个省公路，就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说前面怎么好像有发生事故。那我在车子再骑近一点就发现有2台车子倒在路上，摩托车那其中有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很痛苦，但是他蹲在旁边。那另外有一个人身材长得很魁梧很大，他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那我赶快去问这个到底发生那个清醒的人，这个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就说他也不知道，他就骑车骑在路上，就后面有一个人骑车骑得很快，就撞到他，他们2个就倒地那我过去看那个倒在地上的人他身上有很重的酒味了那我就赶快请我的学生骑着我的摩托车到附近那边，正好有一个派出所在路上有一个派出所，我叫他去报警那另外我就开始做一件事情，我就希望说这个人躺在地上，不知道我是听他还有呼吸了可是不知道他的状况怎么样，他就是昏死在那边。然后我就在路上就拦车子希望说赶快有人把他送到医院去就我看他很多车子经过，就看到我在那边挥手所以他们车速都会慢下来。可是当他们看到路上有事故有人躺在那边的时候，他很多车子都速度慢下来之后又加速又走掉那我拦了半天总算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开着一台货车然后就停下来问我说发生什么事。我就说这边有车祸，有一个人现在好像昏迷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协助他？因为我骑摩托车没有办法，可不可以请他用车子载他到附近的医院去就是这个老先生跟老太太其实是很好心，但是他们说可以，当然可以，但是要求一件事情，就要求我陪他们去啦。他说你还是清醒的，那这个人昏迷了，万一他如果送到医院里面没有醒过来，那到时候他的家人说是我撞的，那我不是麻烦上身那后来当然就在我们在做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正好
我那学生去报警，那个警车来了，我们才协助把这个人搬到警车上面去哈，让他送到医院去。那后来我在思想这件事情呢，一直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我在想说，那么多人经过，那么多车子经过啊，有些人速度会减慢，但是当他看到有人躺在地上的时候，他又加速离开。他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而这对老夫妻，他们愿意停下来，愿意协助，但是他们要求要有人陪同去，他们的选择，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其实是跟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有关系。有些人是想要帮助别人，是充满爱心的，但是他需要保护自己。有些人他就直接决定说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反正已经有人在处理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很重要的关系。你到底是保护自己，还是能够帮助别人，就是决定在于你的价值观。所以选择其实是跟价值观有关系。那今天牧师要透过我们所读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当你在做重要选择的时候，你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经文，有2个人，他们都在做选择，他们选择的结果，他们选择背后的因素跟选择的结果都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看。当然，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接着上个礼拜的故事。上个礼拜牧师讲过了，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一直照着上帝的指示，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后来因为发生饥荒，他们就到了埃及。那在之前，亚伯兰到了每一个地方，不论到了示剑或者到了伯特利跟爱的中间这些地方，他都建坛来敬拜上帝。后来发生饥荒之后，他就好像想要靠自己的想法到了埃及。后来我们知道他在埃及发生的事情之后，他用欺骗的手段，好像得到一些东西。那埃及的国王就把他们叫他们赶快离开。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就往北走，往北走就到了迦南的地区的南部。那他的外甥罗德也跟着他一起去。圣经说，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渐渐的富裕起来，拥有许多的牲畜跟金银。他们渐渐的往北迁，一直到了他先前敬拜上帝的，就是在伯特利跟爱之间的这个地方。他过去在这边扎过营，在这边建了祭坛敬拜神。那经过了埃及的事件之后，亚伯兰他有一点点反省，他又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他又再一次建祭坛来敬拜神。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亚伯兰跟他同行的这个罗德，他们都拥有许多的牛群跟羊群，那每个人也都有许多的这个奴仆跟牧人。那后来因为他们2家的这个牛群跟羊群太多了，结果怎样？没有够大的地方来容纳得下。那这时候双方的牧人常常为了要争夺那个让牛羊可以吃草的这个草地来争吵。所以亚伯兰看这样子不行他就对罗德说我们是至亲我们是亲戚是骨肉至亲不可以争吵。那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能争吵，那我们就分开吧。那分开就要做选择了。他说，在你面前有一大片土地，那你先选，你选右边的话，我就选左边；你选左边的话，我就选右边。这时候罗德想说，亚伯兰让我先选，那我就好好的来选一下。他就眼睛就看过去，他就看到约旦河谷一直延伸到这个所有的整个平原，这个平原是非常肥沃，水源又充足。圣经说好像伊甸园，好像上帝的园，好像埃及的土地那么样的肥沃，所以他就决定选这个地方。那后来他既然选这个地方，亚伯兰就住在迦南，那罗德就往东迁移到了河谷平原的这些城镇。
在那边在所多玛的附近扎营。那罗德离开之后，上帝就对亚伯兰说：“哈，你要站在你所占的这个土地哈，然后向东南西北去观看，这些土地哈，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子孙啊，你的子孙的人数哈，要多到像地上的沙那么多啊。所以上帝就鼓励他：你走遍整片土地，我要把它赐给你啊。这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哈，亚伯拉罕跟罗德哈，他们面对一个选择哈，他们要选择分开，那选择权啊，亚伯兰先给罗德选择。但是我们首先要来看哈，他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选择哈，是因为产业来相争哈，因为他们都各自拥有产业，那他们的牛羊都需要吃草，所以他们要决定做选择哈，是因为他们的产业而起的。所以在这边，牧师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产业对我们来说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在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一件很可惜，但是也很讽刺的事。我们看到亚伯兰跟罗德他们离开他们的故乡的时候，那时候产业还没有很多，所以他们两个就互相扶持，彼此帮助，就也是相安无事。后来产业一多起来，那两个家庭就相争了。那很讽刺的，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的第7节，那边有一个刮胡，刮胡说什么？说迦南人跟比利洗人那时候还居住在那边，对不对？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他们是不同族的人，他们都可以住在同一块土地，相安无事哦。结果两个是亲戚，亚伯兰是罗德是亚伯兰的外甥，对不对？两个是亲戚，是骨肉之亲哦，居然为了争夺产业，产业保护自己的产业，来彼此相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有时候产业的增加其实是原本是上帝的一种祝福，但是因为人不当的罪性，使产业变成一件容易落入试探当中危险的事物。我们最近又看到新闻又报道，台湾过去某一个非常有钱的家族，这有钱人过世之后，留下了大批的产业，最近又看到他们的各房，因为他娶了好几个老婆，对不对？各房又在相争，其实我看了之后，其实是很感叹，他们的产业其实只要分到1/1000，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钱。可是这个产业对这个家庭来说，其实变成一种负担。原本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居然彼此在法院里面诉讼。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点，产业其实本身是中性的。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可以善用钱财，它可以产生很良好的功用，就是好好的运用，它会成为自己跟别人很大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对产业、对钱财的态度不正确，它会引起一个很可怕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产业有以下几种致命的吸引力。第一个，钱财它原本是中性的，但是它对人却是有强烈的吸引力。主耶稣基督就曾经说过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对我们这个不是很富裕的人，小康的人来说，我们可能拥有一些钱财，可是如果你把你的钱财放在哪边，你的心也就会在那边。我记得我有一次经验，我在2003年到瑞士去做短期的进修，那我们的学校的课程当中有1个礼拜要到罗马去，在那边有1个礼拜的课程。那要去之前，
我们同学之间就彼此在很兴奋，因为要去罗马哈。那但是有一些人就提醒我说哈，我告诉你哦，那个罗马的治安哈就没有像瑞士那么好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穷学生嘛，我们常常在想说瑞士的小偷可能都比我们有钱哈。那瑞士的治安真的很好哈。那到罗马去可能就不一样好，所以那时候有人就提醒我们说，你到那边你的钱就要放好。那我要出国之前牧师长就特别帮我借了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种内袋，大家知道旅行的时候就是你那个一个小包可以放在内衣跟外衣之间绑住那就把钱可以放在那边那我又很担心钱，其实没有很多钱就是很担心钱会丢掉就把它分散放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放在那个内袋，其实内袋要拿很麻烦可是放在那边总觉得比较安心可是一放进去之后我现在走路我那时候走路都觉得怪怪的，因为都常常觉得这边好像痒痒的，有人在摸有人在拿那心都一直在那边有时候上课那个整个课程要参观都不太专心，所以我就有一个体验就是说你的钱财放哪边的时候，你真的心会在那边呢那所以我们这边牧师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当一个信徒的心被钱财吸引的时候，虽然不一定，但是非常有可能，他的注意力就会从天上的事转向地上的事。这我们不得不小心了，因为钱财尽管是中性的，但是它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会吸引并占据你的心。那因为它会吸引并占据你的心，所以会产生另外一种结果就是因为钱财对人有致命的吸引力，所以它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影响，它会使拥有它的人感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因为身边放点钱总是比较方便比较安全嘛但是这种安全感有时候会让人家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倚靠起他来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原本是应该依靠神嘛，但是当我们的心被钱财霸占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不想依靠神，而想依靠钱。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般人这样说，他说钱不是万能，对不对？但是没有钱怎样？万万不能。这我们都背得很熟，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有时候会被这个外在的思想、外在的观念去影响。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当时代的人，也在提醒我们，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要了解钱财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祝福啦，不要让它阻碍你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观念来看产业。那从这个故事的发展当中，我们刚才所读的罗得跟亚伯兰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罗得跟亚伯兰不同的选择，我们要来做一个学习怎么样来做正确的抉择。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罗得。罗得的选择显然是失败的为什么？第一个，他贪爱财物贪爱财物。在罗得在做选择的时候，他眼中只有这个世界跟周围的这些财物。我们可以想象，他从这个伯特利的高山上面看下去，约旦平原这一块肥沃、水源充足的土地。圣经说，这块土地像耶和华的园，像埃及地，意思就是说，这块土地是一个肥美、适合居住的地方。他眼中就被这样的一种景致所吸引，起了贪念。他会想说我的产业这么多，如果我在这边有这么充足的水源，这么好的草地可以发展，我一定会越来越有钱，越来越丰富。可是他只是看到这个事物的外表，他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充满危险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居住的人是恶贯满盈这个地方
居住的人是得罪上帝的人，所以他尽管这些外在的环境很好，但是居住的人却是充满罪恶的，以致我们看到，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罗得因为他的选择，使他后来家破人亡，他过一个凄惨的人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情况跟罗得的处境一样。有时候我们如果只看眼前的利益，只看外在的环境，而忘了这些利益当中可能会充满一些危机。所以保罗就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他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因为贪慕钱财而背离了信仰，饱尝痛苦，心灵破碎。这其实就是罗得的写照。他被外在的事物所吸引，自己用自己心里面的盘算，决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罗得的第一个问题是，他贪爱财物，只看事情的表面。那另外，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其实他是不重伦理的啊。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是亚伯拉罕是长辈，他让罗得先选啊。照理说，晚辈应该客气一点嘛啊。照伦理来说，应该长辈有优先选择的权利。但是罗得想说，如果我没有先选，万一他选到那个比较好的，那我就完蛋了啊。所以他也不顾伦理了啊，他也忘记要礼让，一点也没有尊敬长者的心啊。这点其实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哈。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说，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哈，意思就是说你要尊敬长者了哈，要尊敬老人，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是上帝的命令，告诉我们要尊敬长辈啊，要重视伦理。所以我们看到罗得的这两个失败啊，这样的失败，特别是第一样，让他饱尝苦痛。那我们另外从亚伯拉罕来看，亚伯拉罕是充满了宽大哈。亚伯拉罕是罗得的长辈，那引起纠纷的是双方的牧者，照理来说要分开，他有绝对优先的选择权，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做长辈就认为自己比较高尚，可以做先前的选择啊。这是对罗得的一种谦让的个性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其实他的生命有在进步，对不对？他原本也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前一章当中说他到埃及去，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他甚至连太太都可以放弃掉。那我们就发现说，他经过那个事件之后，他慢慢有在反省，慢慢的进步。所以虽然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但透过一些事情的经验，或是透过一些教导，我们会进步。我们发现亚伯兰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人有爱心。亚伯拉罕用爱心来款备他的后代，他没有考虑说，如果让他先选，万一好的被他选走了，他自己只留下不好的。他只是看到罗得的需要，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这真的是我们要学的。他对人有爱心呐。当然，今天这种精神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是很难得看到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做这样选择的人很少，对别人有爱心的人很少，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更应该来做。虽然有时候会被人家称作这是傻子这是拱狼但是为主来成为一个傻子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看到今天在台湾社会当中，有很多人奉献自己也许他可以追求名利的话，他可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甘愿奉献自己来为别人服务，使别人得到许多的祝福。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师，很多在偏乡做服务的人，他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傻子的精神，别人才会因他而蒙福了。这点我们要真正要学习，对人要有爱心。那亚伯拉罕除了对人有爱心之外，
他是对神有信心了。我们在前面12章的经文当中看到，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呼召，上帝那时候就应许他要成为大国嘛。上帝说：“你要离开故乡亲族跟你父亲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就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这样人要因你而蒙福。”所以亚伯拉罕心里面有一个对神的信心。他说：“不管别人怎么选，我只要有上帝跟我同行，有上帝跟我同在，我持守住上帝给我的应许，我相信我一定会丰盛起来。”所以他坦然的让出世人认为是好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因为他对人有爱心，对神有信心，我们看到他也是因此而蒙福了。所以上帝就对他说：“你要从你所站的地方往东南西北去看，你要把你所看见的这片土地，我要把你所看见的这片土地全都赐给你跟你的子孙。这样子这块土地要成为你子孙的一个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为对人有爱心，对神有信心，他因此而蒙福，他的生命也让许许多多人因为他而领受祝福。这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学习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丰盛的爱心跟对他的信心，成为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人，我们会因此而蒙福，也让别人领受从我们而带来的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激励我们。主啊，我们感谢您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产业，求你帮助我们持守住你给我们的祝福，让别人也因为我们的生命而蒙福。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引导，让我们走在神为我们预备正义的道路上。眼睛闭上，我们一起来跟上帝祈求，求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在我们做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亲自引导保守我们，让神温柔的双手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行走在他所赏赐盼望的路、恩典的路。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你在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或是你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你特别需要别人为你代祷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求神来引导、保守、眷顾你。好，我们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手举起来。好，后面那边，后面那边。其他的人，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跟上帝祈求，求神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做抉择的过程当中，有神来帮助我们。
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你同在，赐福保守眷顾我们，求你亲自的恩典赐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受你大能的恩典，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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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的恩典，谢谢您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边。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引导，接受你的保守。求你帮助我们，用谦卑渴慕的心来追寻你的心意，并且照着你的心意去做。求主保守眷顾这些在你面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求你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走上你所赏赐盼望的道路，恩典的道路。求主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在我们做重要的抉择的过程当中，都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做正确的抉择，来荣耀你的圣名，也让我们领受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恩典，请照您心里所预备的来奉献。若您还没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不要勉强。第一次来到双连的朋友，仅代表本会欢迎您。在每个座位的前方都有新朋友的留名卡，请替我们填上上列的资料。填妥后，请交给收奉献的执事或是外面的同工，以便我们认识您，欢迎您。请大家一同起立，做奉献的祷告。敬爱的天父，感谢您的赐予，使我们永不匮乏。
我们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您而来，凡有需要的，你必会看见，也一定会为我们预备。也请您看顾我们在社会上的脚步，让我们面临魔鬼的试炼时，不会迷失自己。我们献上极微薄的金钱，数额上虽比不上您所赐予，却代表我们最高的敬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各位一起翻到周报的第4页，一同来关心本会消息第2项司琴讲座。本周日下午2点，本会于台湾管风琴协会合办一场司琴讲座，由本会的音乐总监陈运芬老师与入围第30届传艺金曲奖最佳演奏奖的陈玉香老师一同主持《圣灵的果子》司琴者的实战手册，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来关怀我们的肢体，本会会有周桂梅姐妹之母许媛姐妹于8月21日安息主怀，定于9月28日，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1点半，在淡水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本会会有林向山弟兄于9月16日安息主怀，定于9月30日，也就是下周一下午1点半，于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至美一厅举行入殓礼拜，另定10月5号下午2点，于本会的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林春美长老妈，也就是敬爱的蔡恩典长老的母亲，于9月21日安息主怀，请兄弟兄姐们关心代祷，愿主上帝安慰遗族。全教会灵修会主题是沉默与话语之间，于10月26日早上9点40到下午4点半，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讲员由高雄罗雅教会牧师，也就是台南神学院兼任助理教授蔡明伟牧师主讲。报名至10月20日止，请洽施温会与谢莹莹干事。继续翻到周报的第6页，装备委员会消息。共观福音查经班共有7堂课，将于本会7楼及10楼礼拜堂举行，由本会主任牧师蔡牧师主讲。报名请洽李素芬干事或是线上报名。代祷的事项，请参阅周报的第8页。其他有身体欠安的肢体，请大家提名代祷。以上报告完毕，请蔡牧师来介绍与欢迎今日的新朋友。
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次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徐永成先生，不知道坐在哪边。好，那这边有一位 Emily 谢谢小姐，好，欢迎。还有刘月清全家，刘月清，好，那还有一位沙清怡小姐，在后面欢迎。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没有介绍到的？好，非常欢迎这些贵宾，请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接待跟介绍。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